我嘅聖經講出日約翰書第4、第10節咁樣講到，也就係一個愛，唔係切家先愛上帝，但係上帝先愛切家，佢顯出一個愛，佢派嘅單隻例子嚟到世間，火是佢呢個罪惡人，佢就係表示上帝嘅愛，安排對人類。也啲那上帝先愛切家。唔係自家先愛嘅，嗱，所以自家世間嘅嗱，自家係信任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自家要上帝嘅愛充滿咗自家嘅心中，然後呢一個約翰書11節咁樣教話自家，攏仲兄弟姊妹們，自家愛相愛，愛相錫，因為咗上帝要咁樣錫自家，韓國自家就係要咁樣嘅錫。對於攏眾兄弟姊妹，上帝寫切家透過佢嘅生命犧牲死在十字架嘅愛十分大，所以切家對人類，切家得了上帝嘅愛，切家對於攏眾兄弟姊妹，對於人類，切家係要愛顯出嚟，係要相錫顯出嚟，所以上帝嘅愛都冇限制嘅愛，佢嘅名教嚟本切家要佢寫切家。一個命令是跟人類相識，阿門。